need you. You listen as I pray. You leave the 99 for me. You paint the sky with promises of your grace. So I will... 兄姐平安。我们礼拜即将开始，提醒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关机或者改为飞行模式。那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兄姐尽量往前面就坐，方便后来到的人跟这个需要的兄姐。好，我们一起用预备心来准备我们的礼拜咯。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弟兄姐妹回到属神的家永光教会，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有很多话要跟好朋友讲，对不对？好，那要跟好朋友讲之前，先跟上帝讲，好不好？好，跟隔壁说，我们要先跟上帝说话。我们要先跟上帝说话。OK， 好，那我们就要一起来跟上帝说话咯。OK， 好，大家把焦点放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的爱，好吧？我们把焦点放到前面来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因为我们用喜乐的心、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必然是悦纳我们的。阿们。所以好不好？我们开口，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把自己，我们把心交给耶稣，说：耶稣，我来到你跟前，我要单单仰望你，我要定睛于你。然后我们礼拜完，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有很棒的分享。所以我们先来到耶稣的跟前，好不好？像玛利亚一样的，先来聆听耶稣的声音，这是最大的祝福，是一件最美的事情，我们要享受在其中。主，我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来到这里，我们也祈求你，那在路上的主，你与他们同在，也让他们以后能够更提早出门，准时提前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时刻，我们谢谢你，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遮盖我们，叫我们可以用圣洁的灵魂体进入到至圣所，来朝见天父上帝的面。谢谢你，今天早上这个时刻是荣耀的时刻，是你施恩、你看顾我们的时刻。感谢你，我们要卸下一切的重担，在你的脚前。愿你悦纳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祷告，阿们。阿们。好吧，我们再一次大家开口用主祷文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神的。所以今天早晨邀请大家，我们用喜乐的心，跟我们的掌声舞蹈，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神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拍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一起来赞美。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神的荣耀今天就充满在这里。Amen 我们的上帝是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都跟我们在一起的神，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跟旁边人讲说，在神里自由敬拜是喜乐的，在神里自由敬拜是喜乐的。阿们。认识神的人，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有神成为我们的依靠，因为我们知道面对困难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所以邀请大家，今天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不只是歌词而已，它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宣告。当我们来唱的时候，我们对着神来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
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这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知道来到避难所，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所依靠，并且我们深信神就在其中。他这时要彰显他的大能大力，按着我们的所求的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好不好？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刻，是一个跟神最甜蜜的时刻，因为我们既然敬拜他，他就喜悦我们。我们既然来到他的跟前，他就不随意放我们回去。阿们，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首先为你自己跟你的家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要分两个 part 来祷告。第一个，为你自己、为你的家来祷告，让你成为敬拜的人，而且是更深敬拜的人，让你的家成为神的灵宫，随时随刻都可以听到圣乐来敬拜他，随时随刻你都用祷告的心来做每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开口为你自己，为你的家，我们说主啊主啊，三声以后我们开口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到你跟前的，我们总是知道你喜悦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时刻能够明白，我们既属乎你，你就喜悦我们，并且你要听我们祷告。我们要跟你说，主啊，我要把自己再次分别为圣，把我的家再次分别为圣给你，让我自己，让我的家都随时成为敬拜你的时刻，每一时刻都化为圣洁，每一时刻都有主掌权，每一时刻以圣灵的光都必照耀我的家，照耀我个人，让我全然的都归属于你，使我把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盼望、一切的信心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按你最美的旨意来成全你
样的作为，在我的家，在我的身上，在我的教会。主，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是的，谢谢你，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要来为我们这个礼拜六9月29号，我们在凯道的祷告会来祷告。3月29号，感谢主，你们也注意在听。3月29号，这礼拜六，我们下午1点到5点，我们12点就要集合在自由广场的牌楼下。那我们会在那里集结以后，12点半我们要走到凯道那边，我们跟所有台湾的教会连结，要为台湾来守望祷告。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好不好？我们在那里祷告，那里就是圣殿。阿们。在台湾最重要的地方，让它成为灵宫，成为圣殿，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为礼拜六好的天气、好的活动，一切都顺利平安，集结许许多多超乎我们想象的基督徒，一起在那里为台湾守望祷告。阿们。我们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谢谢你。3月29号，3月29号，主啊，你分别为圣。3月29号，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参与在凯道的祷告会，那是分别为圣的时刻，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我们要把台湾奉献给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切都顺利。我们集结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当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主你的全能就应许在那里，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台湾，成为世界的祝福，成为世界的祝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依靠你，我们全然的依靠你。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祈求，感谢你，感谢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它是我心和你的不样。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的不样。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他配的。哈利路亚，他配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天父，阿爸，天父。我们把台湾再次献给你，荣耀归于你，愿你平安赐给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牧师的题目是身份认同。牧师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里一起敬拜，这是荣耀最荣耀的时刻，对不对？我们渴慕敬拜他，我们渴慕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把同心一意都能够献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紧抓住每次敬拜神的时刻，这是极棒的、极荣耀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一起来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教会之所以得神喜悦，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同工都同心合意来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也是一个清洁的教会，对不对？你看我们的教会维持的这么棒，是因为我们真的把这里看为是与神见面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主堂、我们的教义厅在敬拜的时候也是分别为圣的，也是一起敬拜的地方。所以不管在这个空间里外，我们每一次都要同心合意在这里，我想这是最美的，并且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至圣所来。阿们。牧师把它分别出来好了，这里面是至圣所，外面是圣所，所以你要不要到至圣所来？阿们。对哦，那如果在用直播的，对不起，你们是在那什么外院的地方所以直播的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至圣所来朝见我们的主。有没有听到啊？有感谢主哇，这是很棒的我们教会推行读经计划，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礼拜我们读完的是出埃及记20章到28章，对不对？那如果你参与读的，我觉得很怎么样？读起来觉得怎么样？头会晕因为在20章到28章这一段都在谈神对摩西吩咐十诫还有一些的条例所以我们那是律例的规定的这个阶段神直接吩咐摩西这一些的律例，以后他也吩咐摩西要造会幕，对不对？而会幕每一个细节上帝都讲得清清楚楚，尺寸是多少用什么布，用什么金银铜铁都分得清清楚楚，超厉害的。哇，原来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超级无敌的设计家你读起来会头晕，那表示正常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哇，这个细节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然而你看吗？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要用心的来读，因为上帝造会幕就这么用心了，上帝造你不是岂不更用心吗？那棒不棒？哇，对照起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我们有尊贵的荣耀的身份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记得哦，牧师都有按时间在抄圣经，对不对？哇，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有没有？有看到吗？有啊，上个礼拜的啊，所以就按着这样抄。你看20章的抄到昨天的是28章。老师说今天早上的我还没抄了哈，因为就忙着要服侍嘛哈。对，那晚上还可以抄，所以大家继续来哦哈。我们到2年后，大家能够一起读完整本的圣经，这是一份的荣耀。我们看重神的话，神就必然看重我们。阿们。哇，太棒了哈！所以感谢主。好，那牧师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牧师也去网络把会幕download下来哦。好，那也贴给我们看，这是某间教会，美国的某间教会他们所画的哈。那你就知道，在会幕里面，你看在走进去的时候，就有献祭的地方，有没有？有祭坛的火在那里烧哈，然后有桌子供这些祭司来杀牛羊等等的哈。然后这个是，然后呢祭司要进到里面服侍，或者杀完动物以后，他有一个洗濯棚，对不对？都在那里可以让我们看见哈。这是在20章到28章，耶稣神非常清楚的告诉摩西要这么做，但是还没做，对不对？只是吩咐他，就很清楚哦。然后这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他就会执行这一些神所吩咐的哈。那这是会幕的内幕哈的内部的部分哦。内部的最里面就是有放约柜的地方，对不对？后来我们到圣殿的时候，就那个地方就是至圣所。好，然后至圣所外面呢，到这里有陈设饼的桌子啊，有金灯台啊，金香炉这个地方叫做圣所。好，我们说圣所，对。那至圣所在哪里？在约柜的那个地方哈。所以你现在坐在哪里？其实如果当时候是没有坐的，因为整个会幕里面的东西就只有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对不对？好，所以应该要跟牧师一样站起来听讲道。好，当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哦，这是神直接吩咐摩西要来设计的整个这是会幕的内部的解析图，让我们可以来了解哈。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读圣经，然后再看这一些的议事图，就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是这么的美好。就这每一个设计，都叫我们能够去看见他奇妙的作为，都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是上个礼拜六的经文，出埃及记19章1到9节。因为这件事件太重要了，所以牧师不能跳过。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牧师所提的这个主题身份认同，我们一起来思考。其实身份认同这件事情是近代很多人注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过去我们说我们有几个族，原住民有几族，就是9族，对不对？过去我们认定是9族，所以我们如果去日月潭9族文化村的话，去那里玩就是它是9族。其实现在它不能说9族而已，现在有几族呢？你知道吗？16族哦，16族哦，哇，分得更细。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这里的就会觉得，我们的血统跟平地的人的血统不太一样啊，所以他们就去考究又很多不同的族群能够更清楚让我们看见。那为什么这个身份认同对现在社会人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心理学跟社会学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特性的一种的表现，或者是认定，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说他在某一个群组里面，他有共同的这个特性，所以他们能够集结来
彼此的肯定他们不同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让我们来了解，借着这样来知道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身份认同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知道我是谁，要明白我应该可以活出真正的我，而且我要忠于我自己，因为这是我的本质。我要忠于我的本质，我的发源地，我要忠于它，我要肯定它，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在台湾不同的群组，我们可以共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这些我们都要彼此的尊重。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可以自己肯定的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活得很自由，活得不会移东移西的，活得认定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期待的，以至于这样子让我们真的可以有幸福的日子可以过，这是我们一般所期待的一件事情。然而怎么样去自我的身份认同呢？一般人都会说，你要从内里面去看，你内里面去看，不是用外在别人定义你你要从内里面去看。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用内里自己看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过去的自己过去原生家庭的情况会看到过去的失败、软弱、被否定，这一些都有可能，是不是？而这一些会不会影响你自我身份的认同？会的。所以呢，最佳的途径确实是从内里去看，但是看见的常常是负面的比较多，真的是比较多。所以如果用基督信仰的观点来看，我们不仅要从内里去看，更重要的是要往上看。为什么要往上看？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认识的这位是创造主，所以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器皿，都是神所创造的。而神怎么样定义我，怎么样看我，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对不对？别人怎么样定义我，没有办法整全的表达我这个我唯有那个创造我的人才能够定义我。很特别我是上个礼拜去看了一个所谓的义卖的有很多的画所以有画展在那边。那我们在看这些不同的画画的技巧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展现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去看它，我们很难能够透彻，除非你有特别研究，对不对？那最棒的是什么？画家他自己来讲，我这一幅画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这一幅画是我的生命的历练的哪一个部分？当他跟你形容，跟你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用口来说他这一幅画他所要表达的真意在哪里，它的真谛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感同身受，对不对？你就会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说我要自我身份认同，我要更多认识自己，我要活出真我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更多的去认识创造你的神。当你更多的认识他，听他对你的定义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所以牧师写的，越认识创造主，就越肯定自我的身份跟价值。阿们。这是必要的。若不然的话，你只是用自己在定义，往里面看自己的话，那你会看到很多是你的失败，是你的软弱，是你的受伤，是你的可怜。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所以我们一起来说，越认识神，才能越认识自己。来，越认识神，才能越认识自己。是的，这是我们必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读出埃及记这是在记述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故事那更重要的，其实这也是他们
改变身份以及认同新身份的一个生命的历程。特别从第19章开始到40章，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改变他们的身份，让他们从为奴的这样的一个被打败的人生，能够重新站起来。因为神说：“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上帝。”哇，这是很棒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是必要的。你要不断的重新看到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那会帮助你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时候，任何甚至是挑战困难的时候，你都知道你是有可依靠的。阿们。你是有靠山的，而这位靠山就是创造你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了解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从第19章开始，他在敬拜里面，他觉得他可以释放。他可能不太会唱诗歌，但是他听这些诗歌，他心里的安慰。他知道他遇见了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越来越喜乐，越有笑容。他跟牧师说：“牧师，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是耶稣的我跟我那些朋友说，我不再去了我是永光教会的我不再去了上次我说那个游览车我要付我最后一次有付了但是下次我就不来了这次我也不去，你们自己去就好。他是这样做呢，很特别这是我们真正的经历。一位从不信到信的过程里面，他的身份的改变，到最后他身份的认同，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棒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他的生命是真正的遇见了我们所信奉的这位天父阿爸。对他来讲，耶稣已经取代了所有的一切的神明，因为唯有耶稣才是他可依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你总一定要有这些经历，若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对你来讲可能还没有达到神所期待的。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仰对你的生命的祝福还有很多还在留在天空上，还没有倾倒下来。那是给你的，别人不能抢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去，没有支取的话，那好像你在我们楼下的银行存了1亿5千万，但是你都不知道，最后你就这样白白浪费的，你的生命就走了，而且是穷困的离开这世上，不是可惜吗？所以愿神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知道，这是神对你的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主所应许我们，而且主所成就的。今天你已经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了，你的身份要非常的清楚，不要有时候把天国的身份证掉了，还绕入在罪恶的陷阱里面，那是极其的可惜的。所以基督徒，你我一定要改变身份，确立我们是属天国的身份，然后我们要认同这个身份，活出这个身份的真正自己，那才是得神喜悦的，并且会得人所羡慕，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你跟隔壁说，我有天国的身份证。阿们。你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吗？可以吗？可以拿得出来吗？可以拿出来，用你说话，用你的信念，用你的敬拜，用你参加小组、参加培育学校，都可以见证，对不对？并且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知道哇，你是属耶稣的，对不对？对，理所当然啦。对，如果你一口的台湾
台语的话，人家一定知道说，你就是台湾人，对不对？但是我说华语呢，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我说客家语呢，也没关系。我说原住民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都同属神国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件事。而且神对以色列人如此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呢。哇，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这在旧约里面啊，真正清楚的写的只有这一次哦。而在新约有没有写到？有啦，我们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彼得前书2章，对不对？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是属神的子民。阿们。当然后面的目的都很清楚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身份哦。你要了解，这是神从那黑暗的权势的势力迁移我们到神爱子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拥有这一等的身份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特别的恩待以色列人，不是吗？已经成为奴隶的400多年的一个民族啊，人家都已经忘了，他可能觉得咸鱼不可能翻身了吧？怎么可能？但是神爱他的百姓，神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为他们所应许的，神必然成就。所以现在神就分别他们出来，带领他们出为奴之地，而且应许他们要做神的产业，要做神的圣工，并且他们是可以亲自朝见神的呢，很棒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哦。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代表万国万民来敬奉神，代表万国万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代表万国万民求神饶恕赦免，让我们外国万民，因为我们持守在神的面前，神说这个城市50人敬拜我，我就不剿灭他们，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做这个角色呢，并且我们也可以代表神到百姓的面前说，神说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神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要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是属给我们的。所以愿神给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这么样的就是在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吗？对呀。好，所以他祝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来得福啊。所以我们看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他每个时代都在拣选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把这一些话回复了我们的神耶和华。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我们举右手起来，我们来宣告好不好？我们是哦，来说我们是哦，来开始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阿们，阿们。记得这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身份。然后最后我们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句话你听起来是怎么样？我听起来很感动。那个感动是神体贴他所选召的人，神知道他所拣选的人要成为属灵的领袖不容易的。很多人都会怎么样？眨眼眨语的攻击，常常在他的身上，他常常会被箭射到，被刀砍到。哇！神怜悯，知道他所拣选的
领袖是这么的面对许许多多的攻击，他了解所以呢，我们看过去神呼召百姓，对百姓说话，都是借着摩西跟亚伦来传话，对不对？摩西跟亚伦来传话今天我说话给亚伦，然后亚伦再上台跟大家说对不是？是不是这样？亚伦嘛好，那但是呢，在西乃山下，神跟百姓立约以后，神说我要亲自在他们当中，他们要听见我跟你说话，以至于他们会说对呢，我以为以前都是摩西自言自语呢，我以为以前摩西都自己想的，然后就说那是把责任都托给上帝啊。但是今天是真的上帝跟我们说话，因为上帝说他说话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要让百姓听见，所以让百姓可以永远相信他所拣选的领袖。哇，这好不好？很棒但是呢，当神这样说话以后，我们看众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众百姓听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发抖呢，皮皮唰，有没有？而且站得很远呐。他们说什么？摩西呀，拜托你不要叫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就好，我们一定相信你的，有没有？很特别然而你知道吗？百姓最害怕上帝跟他说话，但是摩西最喜欢的是什么？神跟他说话嘞，不然要怎么办？哇，真的很特别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服侍神的人，你可以听见神的话，神必然亲自跟你说话。如果你不服侍神，你不敢听他的声音，你不敢看见他，因为你知道恐怕会死亡。哇，差很多，对不对？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教会服侍神的人非常的多，照我们所计算，我们的人数就几乎差不多100多个人都有在线上服侍，都有在第一线服侍的，这是非常棒的。神拣选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亲自进入到他的至圣所，他的灵在，他透过他的话语，不管是 Logos、Rhema， 他都会亲自跟我们说话。而当我们有这样权柄的时候，我们学习摩西，因为圣经说摩西是全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最有能力的却是最谦卑的这是服侍神的人可以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神的圣洁、荣耀跟威严，因为那是摩西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们服侍的人梦寐以求的。阿们，感谢主所以神总是借着圣灵在陪伴我们同行，他圣灵遮盖我们，保护我们，给我们权柄跟能力，所以我们服侍他的人，我们是靠神得胜的。是的，因为刚才本狱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就宣告，对不对？因为基督的得胜，我们必然得胜，是不是这样？这是确实的一件事情。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所以神赋予你使命，必给予你权柄。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来，神赋予使命，就给予权柄。阿们。那你服侍，你要不要服侍神？要很喜乐的服侍神，因为神给你使命，给你工作，就是给你权柄，让你能够荣耀他，让你能够容神益人，这是你我所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从旧约里面我们看每个时代，神总在寻求那合他心意的人，寻求他的人，这是很特别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约我们看挪亚之约，你想到挪亚就想到什么？方舟，对不对？哇，就想到方舟一家几口？8口。为什么是8口呢？中文怎么写
船，对不对？一个舟，对不对？旁边呢八，然后口，对不对？很好记嘛，哦，记得吗？记起来哦，哈，哦，来再一次，方舟，一家，挪亚几家，一家不，一家八口哦，一家八口就方舟嘛哈，然后船嘛哈 ，OK， 记得哈。那还有特别的是什么？彩虹啊，对，彩虹啊，彩虹，所有的彩虹就是这样，很漂亮。这个是云，对不对？彩虹，哇，彩虹，哇，很漂亮的彩虹啊。对，在彩虹下之约，神说不再用大水来淹没人类，好，这是神看见他，我们看见他的爱跟怜悯。那亚伯兰之约想到的就是什么？星星哈，这也是手语的星星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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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星星，闪闪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有没有？对对，还有什么？海边的沙，沙是这样，这是海，这是沙哦。我在教手语哈，这个是沙，这是海，海要有这样嘛哈，波浪，海沙细沙哈，对，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哦，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哈，是。然后摩西之约我们有看见的，这是身份的改变，对不对？哦，然后大卫之约，哇，神应许他要可以建圣殿，但是他的手不行，因为他杀人许多的是杀人许多的血的手哈，所以他为神预备了建圣殿，神就喜悦他，就应许他，他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阿们。当然所指的是他的子孙当中，就是耶稣基督啊，建立的就是永恒的国度。好，到最后我们看，基督的新约哦，是整个众约的总和啊。我们也看见这是神啊救赎、成全救赎的一个约哈。而我们都活在这些约里面。好，你每一个约都有神特别的意义，也显露神特别的祝福。那期待每一个约，我们的生命都有遇见过，阿们。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像我家的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从我的爸爸妈妈开始，他们就把这一句话说：这是我们家的家训，这是我们家跟神的约定，阿们。所以感谢主，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宣告，他没想到我的孩子，我们这一家就全然的都奉献给神了。这是爸爸妈妈宣告的祝福，到我们就已经领受了，那是很特别的哈。所以你为你的家，你应该要不断的跟神立约，宣告神的祝福、权柄、能力必在你的家彰显，阿们。好，所以感谢主。那这时候我也要说，我们都可以撰写摩西跟出埃及的新故事呢。好，你可以经历出埃及哦。你也可以担任摩西的角色，带领人来到西乃山下呢。这是你我可以写的新故事，你知道吗？这很特别哦，因为这些经历你走过，你就可以带领人来到这里，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年我们母亲节，牧师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担任摩西的角色，把你的家人，把你的朋友，他们甚至全家都带来。好，我们为母亲来办了一个极大的盛宴，我们一起在那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神。你知道吗？这个角色很特别哦，你可以帮助人哦，让他经历西乃山下之约呢，让他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的生命的身份可以改变。过去被辖制的、被为奴的，如今可以得释放。你会成为他家祝福的管道呢？这是亚伯拉罕神给他的权柄，在你身上你可以做哦。就在母亲节，你就可以来做执行这个新的故事呢。也许你所带领的他过去认识神，但是他要重新认识，因为他透过彩虹之约能够经历神的拯救、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这都是你我可以做的。就在今年的母亲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哦。现在我大概知道，大概已经有报名200人左右了。那我们的目标是500人，
绝对不会超过600人，绝对没办法，那个空间就是这样子。那500人是最适合的，好，所以我们还是优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好，来认领啊，让这些人啊，你所邀约的都能够来到这里。你要担任摩西的角色，可以的，阿们。你跟隔壁说，母亲节你就担任摩西。啊，不是你要装扮摩西拿个拐杖出来哦，你要带领人来哦，阿们。你要带领人出埃及哦，那是很棒的。你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西乃山下了，阿们。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更棒的，我们教会即刻的行动是，我们要举行第18届的幸福布道的启动日，就在今天，等一下。所以我们这个未来的10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好不好？天天为我们的幸福布道来祷告。最棒的行动就是你把你的朋友带到你的幸福小组里面，好，那你天天为他祝福祷告，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机会。你完成了当摩西的角色，神就应许你更大的恩典跟能力给你，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清楚哈。你跟隔壁说，我的身份就是天国福音大使，来，阿们啊，这是我们的身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6节，再一次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6节。如果直读，我们要读3次，对不对？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重读一次哦。你自己来重读，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一起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6节。好，我们来宣读好不好？我宣告哦，大家一起来，我宣告，我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我宣告，我要做圣洁的国民。阿们，阿们，感谢主啊！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总有一个幸福点滴，我们的组长、小组长，他们就要去预备哈，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幸福的启动哈，所以他们不是离开，他们是要预备哦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真心想在拥有你，感谢上帝有你。幸福是分享自己的生命，让别人的利益。要上来跳，人家才看得到。想象中有一个幸福点滴，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
转，我们一起来唱副歌哦，来，感谢上帝左右左右，对，彼此看一下哦。来，左右看这边，看这边，在这边，这边，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啊，看这边哦，看这边哦，哦，彼此看一下哦，啊，对对对对，不是卸下重担领生命，因他必看顾。再一次，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还是左右看哦，左右边看哦，哎，分享又喜乐。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驯服小组的副长，他们上台来。对，乐团在后面，对。副长也可以，如果是副长就到队伍来。这是我们这一届的各细胞小组的副长，他们今天要来领受这个祝福，他们带着这个权柄，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阿们。要说耶稣所说的话，并且有圣灵的复辟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最美的时刻，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来，我们要来颁发这驯服小组的副长给他们的锦旗哈。OK。第18届的幸福小组我们要启动式，请牧师帮我们颁发我们的锦旗，还有幸福奖励金。我们的宜林福组，雅芳福组，月娥福组，惠华福组，琼瑶福组，请大家掌声鼓励。嘉宇福组，玉珍福组，新余福组，美娟福组，怡静福组，
医治辅助。诗音辅助。昭德辅主。捷景辅主。雨桐辅主。嘉佑辅主。佑生辅主。心宁辅主。本玉辅主。好，请第3排的辅长往前。主恩辅主。保丹辅主。玉兰辅主。平恩辅主。秀菊辅主。桂林辅主。爱林辅主。嘉清辅主。文文辅主。志成辅主。请第4排的辅长往前。崇文辅主。仁邦辅主。心爱辅主。望交辅主。好，请掌声鼓励。小平辅主。哈利义祥辅主。我们再来唱这首好不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呢。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
喊3次的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阿们，3次哦，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来，预备，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宣告，我们必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我们要抢救人的灵魂归于神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是元帅，是大军，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带着全副的武装要来征战。主啊，把那你所应许的地给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产业倍增，因为你应许我们的是多产倍增掌权的。我们要借着幸福小组，叫多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人来到你面前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就知道这你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未来的这个10周，我们每一位虎长，你都带着能力给他们，用属灵的眼光跟话语来建造他们的小组，也让我们全教会，叫我们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跟前，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感谢你，荣耀归给你，愿你把得救的灵魂加添给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请坐。好，大家请回。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开始奉献。
座。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我们请神学生周亚娜来主持。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平安。首先，先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好，感谢主耶稣。好，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好，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读我们今天的导读。我们有3个语言，我们都来尝试看看。先来从台语开始好了，来，请我要伫遐甲以色列人会幕，就因为我的阳光真最盛，真厉害，真厉害。好，那华语我们一起来。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有没有人想要挑战英文的？好，好，我们青少年有小朋友举手。好，那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请。There I will meet with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it shall be satisfied by my glory. Amen. 跟你旁边人说，你3种语言都好厉害。好，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消息。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这礼拜3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召开了一个撼动星球牧者线上说明会，总共出席了20位教会的领袖一起在线上，然后我们一起透过潘牧师分享我们领袖营的整个意向跟目标，然后让很多间教会，就是当中我们有蛮多间的教会要一起在这个线上，然后有这样的会议。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呢，领袖营我们是期盼总共有200个人来报名参加。那其中当然我们其实也已经邀请了大概13间的教会，然后一同参与在我们当中。哦，我们潘牧师回来了。好，感谢主。那所以我们也一起继续为着我们撼动星球来祷告。我们在4楼有布置一个撼动星球的撼动祷告墙，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们，你们有这样的感动，能够一起为撼动星球来祷告，我们欢迎你们可以到4楼副堂的地方写下你的祷告词，一起来宣告我们的领袖营一定会得胜。阿们吗？阿们！因为每一个人的祷告都充满力量。阿们。好，再来我们5月11号是我们母亲节的特会，就是庆典大会。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幸福飨宴餐会，我们可以来注意这个时间。那我们母亲的尊荣价呢是300元，早鸟价截止到3月31号，所以请大家可以尽情的来邀约你们的新朋友，然后你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在这个当中。好，这礼拜从3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有这个禁食祷告的活动。那我们深信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参与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在这礼拜6呢，就是即将就要进入到我们凯道的祷告大会的那一个当天，就是最大的特会当天。那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来为着台湾来祷告。那在今天聚会后呢，我们有小组长的说明会，就是要说明这个凯道当天我们这个祷告大会当天的整个活动。那在12点呢，当天的12点，3月29号12点就会请小组长带领我们的组员到自由广场来做集合。那各牧区都有自己的一个集合的时间点，所以你们也可以来询问你们的小组长确切的时间点。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服装可以穿着马街150周年的衣服跟我们教会的 T 恤。好，那我们在礼拜6昨天的时候呢，第15期基督精兵营结业，然后有6位的学员可以成功的结业，非常的喜乐。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非常的充满喜乐笑容，感谢主，透过我们这个培育课程，也不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更新。阿们。好，接下来今天的下午1点，就是我们幸福桌游的备课时间，请副长跟小组长还有实习副长来注意这个时间。培育学校门徒班领袖班本周6开始开课，所以请各位学员来注意这个时间，请务必要准时出席。
今天是我们第18届幸福小组的启动日，那总共有36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让那么多的小组愿意参与在这个布道幸福布道的当中。我们一起用掌声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再来4月6号受洗的，就是那一天我们有受洗，所以也邀请所有的 Best 愿意受洗归纳跟我们成为家人的，然后还有如果你有转籍有这样的意愿的，可以一起来报名。好，在4月6号召开我们长执会跟小会，请我们的长执务必出席参加。下主日也召开关怀部的1部跟2部的同工会，请同工们也要记得出席。第34届的访韩盛会，我们目前这是我们教会报名的人数。那在这个当中呢，会由周牧师跟潘牧师来带队，所以我们也可以持续的为着这个访韩盛会来带祷，还可以继续报名。对，访韩盛会还可以继续报名。在我们外面的个人的奉献柜呢，我们已经把这个2024年年度的奉献证明摆在那边，就是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去索取。那如果没有收到的，我们可以到干事处来询问。那今天我们潘牧师呢，还有我们的国宾长老，早上刚刚在成功教会，那下午他们也要前往救恩教会来做服事，所以我们也持续的为着我们的牧长来祷告。好，那我们就请美丽的潘牧师来介绍。好，我跟国宾长老呢领了便当就赶快奔向我们永光教会是早上在那里他们的牧师的拣选，然后顺利的结束，然后就等下午我们3点还要再到救恩教会哈。好，那我们非常欢迎新朋友淑珍的儿子是吗？国荣先生，国荣弟兄在这里，来，国荣牧师终于看到你了，非常欢迎你。我们的国荣弟兄呢，因着妈妈这样带领，是不是4月要受洗？是不是？阿们。而且还有小孩，是不是？哇，感谢主，这个家是特别被神恩宠的家庭。然后爸爸他自己就做榜样。对，所以他带着孩子，然后进入到耶稣的爱里边，所以这个家充满了爱。感谢主，上帝也祝福我们的国荣。好，你的小孩有带来吗？国荣，你的小孩有带来吗？在楼上。好，你每个礼拜都把他带来楼上，你都不担心他会非常健康，而且很顺服爸爸的话。好，再来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嘉玲，嘉玲你在哪里？好，欢迎嘉玲，是玉霞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吗？哇，牧师看到你在未来你会常常来到礼拜，并且进入到玉霞的小组，阿们。我们一次的欢迎，感谢主。好，那请我们的国荣还有嘉玲来跟着我们的迎宾的同工呢，有教会的礼物要来赠送给你们。好，可以拿着你们的包包。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关于凯道的这个等一下的小组长的说明会，所以我们的小组长请留下来。那我们接下来的礼拜6我们要去哪里？要到哪里去？凯道在台中还是在台南？在台北，很远还是很近？很近。所以小组长，你这一次呢，你一定要率领你的组员，然后每一个我们都到凯道那里，我们来为台湾来祷告，你知道吗？这是一波复兴的祷告的水流，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缺席。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不能够少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几点在那个自由广场的牌楼底下集合？12点。所以要不要吃饭？好，如果你要禁食的也 OK 如果觉得4个小时，然后那你要先吃饭，那我们就先吃饭，然后呢12点准时来集结。那我们这次的总召是我们的永伟长老来分担牧师那所以呢，我们到那里，我们集合之后，请问你们要穿衣服吗？不是，要穿那个马街150还是永光 T 恤？永光的嘛OK， 你是穿永光的吗？你是穿永光的衣服吗？现在
哦，现在不是哈。现在有没有人穿泳光的 T 恤的？来站起来一下。啊，来啊，我们 model 来啊 ，model 和那个泳光衣来，你看，哇，所以我们可以穿这一件哦，哈，也有粉红的哈，是，也有粉红的是，所以你看到这个 Elite 这个穿出来，哇，我们就是大的军队，阿们。所以我们泳光呢，我们期待能够有200个人，我们到凯道那里为台湾祷告，为世界祷告，也为我们的家来祷告，阿们。2025要全家归主，所以511的母亲节，我们现在报名200多个，然后呢还差目标多少人？还差300人哦。我们要凭信心，所以如果你的 base 还没有邀约的，赶快来邀约，让我们在这个尊荣母亲节当中，可以让 base 看见我们是这么的看重母亲，然后顺服爸爸妈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信仰的美德在我们当中。好，周牧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彼此来祝福了。来，请起立。等一下，请小组长来留下哈。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看旁边的人，大大的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带着我们的笑容满满的爱，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我，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上帝呼召你们，给你们新的身份，让你们明白你们是归属耶稣基督的，阿门。并圣灵的引导，让你们知道每一天活出喜乐、平安，有他丰沛的恩典与你们左右，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礼拜六12点凯道见，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你来跟旁边，你跟他说礼拜六12点凯道见。礼拜六12点凯道见。也跟我们的小组长来联系哈。好，大家请坐。我们的小组长请来到前面，我们马上来一个说明会。